久了，咱们一起当最后了。死的叫声既然是有点像一样，每个都是也习惯了。如何小班，死的叫醒该办散。你不腻，就要去哪里？要先做我们卡姆。这是要回家。去我们长大的地方好吗？出来的除了我之外，还有一个闽南人，一个外省人，都是消防队的。我们只想着怎么救人，至于讲的是什么，我早就不记得了。但我唯一记得的是，到最后一刻，保护着客家女孩的男生，他说的是国语。帮我一件事。